这件事情是国家安全问题。如果我们今天为了选举，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让吴思怀留在不分区，留在国民党的不分区安全名单上面。如果我们今天为了选举，我们可以继续让他留在名单上面，然后让我们持续的炒作，让我们去要求提醒全社会把政党票投给民进党。可是这个不是选举问题，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。我们之前说过，国民党下架吴思怀对民进党的选情不是好事，可是它是对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，呼吁国民党慎重郑重的要求国民党倾听民意，跟上社会的脚步。刚刚其实非凡副秘书长有说，吴思怀不适任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这件事情获得全民的共识，这是不分党派、不分性别、不分年龄，大家一致的共识。所有的民调都显示，没有人支持吴思怀。好，包括国民党部里面的许多主管，甚至为了这件事辞职；国民党许多议员为了这件事情静坐；国民党许多支持者为了这件事情打电话给他的候选人，要求他做点事、说些话、表态一下，站出来勇敢做对的事、讲对的话。名单这件事情影响的不是民进党，而是整个台湾的国家安全。那我必须要讲，自从他们提出了这个让全台湾哗然、堪称史上最难看的不分区名单后，老实讲，我们的进总早就被不分蓝绿的选民打爆，然后都在讲说国民党为什么提出这么烂的不分区名单。虽然我不是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啊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说，这件事情这个名单很烂，不分蓝绿是一个共识。而过去的经验，我在国会当我们民常州委员助理的经验也告诉我说，吴思怀放入不分区名单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对台湾来讲，而且是不管形式上或是实质上都是很危险。怎么说呢？第一是实质上面，因为像我过去在林长洲委员底下做事，我们是在外交国防委员会。那外交国防委员会事实上有很多的机密预算是只有委员可以进去的。如果这样子的人进入了国会当国会议员，然后进了外交国防委员会，那不是所有的机密预算、所有的国家安全的预算都让他看得一清二楚吗？这样子一个上凤凰卫视去教解放军怎么打仗的人，这种人适任吗？这是第一个，这会造成我们台湾实质上的国家安全的危机。那第二是形式上，立法委员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议士，那某种程度就是代表了这个国家人民的声音。那今天这样子的人进入国会，而且是我们堂堂的国会第二大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进入了国会，选出来这样子的立法委员，请问全世界会怎么看？看到的人会怎么想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示，跟着大家一起唱国歌的那一个时刻起，他的所作所为，让我看起来不是一个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的人，而是一个要让不是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的人，而是要让中华民国粉身碎骨。